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一個屋邨單位，實用面積356尺，適合3到4人住單位。整體設計以米白色為主，搭配黑色和灰色作為點綴，營造出簡潔明快的空間。C 字舉使用玻璃櫃門，搭配燈帶，設計感十足。同時入門旁邊做儲物櫃，滿足日常儲物需求。廚房做半開放，同客廳聯動十分方便。櫥櫃設計以白色為主，搭配黑色手抽，整個空間睇起來更加寬暢和整潔。主人房的設計使用米色和灰色搭配，床尾位置做咗個展示櫃，可以滿足主人物品的展示需求。入門旁邊做一組大衣櫃，各種衣物通通收納。小孩房使用半腰櫃設計，滿足收納的同時，空間更加透亮。淺色家居搭配更顯簡潔溫馨。露台視野廣闊，美景盡顯眼前。浴室舉吊櫃做鏡櫃收納，洗衣機內嵌地櫃，充分利用空間，方便又實用。整個裝修連家私只用咗26萬。